嘅小貼士。而家咧事不宜遲啦，有請香港疫苗及旅遊醫學會會長梁家偉先生 Alex 同大家介紹一下乜嘢係旅遊醫學，以及係分享下學會舉行嘅一個調查結果。有請 Alex。唔該晒。旅遊醫學係風險評估、健康諮詢同危機管理嘅融合。香港人最中意去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去旅行，尤其是日本、韓國、新加坡、東南亞。最近有好多傳染病嘅爆發，其中有外遊人士感染到流感併發肺炎，引致死亡。我哋要研究點樣去了解、諮詢同埋避免同樣嘅類似嘅事情發生。旅遊醫學主要關注外遊市民因為細菌、病毒同埋寄生蟲嘅感染而影響到嘅健康風險。傳染嘅途徑有好多種。唔同嘅旅遊地點、活動同埋停留時間，同埋都有帶唔同嘅風險。而長期嘅病患如果感染咗，發病同埋死亡率都會增高。外遊之前應該做旅遊諮詢、旅遊醫學諮詢，其實有好似買保險咁樣，雖然未必會用到，但係一出事後果可以好嚴重。正所話唔怕一萬，最怕萬一。所以我哋出發之前，大家應該做足健康風險評估同埋醫療準備，例如接種所需要嘅疫苗，了解當地嘅傳染疾病，同埋知道疾病點樣去傳播，從而掌握自我保健嘅資訊。我哋建議喺出發之前最少4至6週進行旅遊醫學諮詢。另外，我亦都想概括一下，大部分嘅疫苗係需要大約10至14天去激活免疫反應，達到最佳嘅狀態。免疫力亦都可以到75至90嘅百分比。因為如果你下個星期去旅行，如果你就算係聽日去旅行，我哋都會建議你會見旅遊醫學嘅顧問去進行呢個風險評估。我哋旅遊醫學嘅評估有3大嘅因素，其中有人、地區同埋預防疾病嘅方向。喺紅綠燈嘅系統係有唔同嘅地區進行風險評估，其中最危險嘅係紅色，大約顯示有大部分嘅死亡風險，同埋有終身殘疾嘅風險嘅傳染病嘅風險，有可能喺呢個地區感染到，譬如新德里、卡拉奇嘅城市。而黃色嘅地區係偏向中度嘅危險，呢啲地區有一定數量嘅傳染病，但通常死亡同埋終身殘疾嘅風險都會比較低。例子有曼谷同埋布吉島。綠色嘅區域係有偏低嘅危險嘅傳染病，譬如上海、香港同埋新加坡。喺呢個框架底下，我哋將人分為3大類，其中紅色代表有長期病患同埋免疫系統下降嘅人士，而黃色有中等危機嘅級別嘅人士，佢哋身體健康，但係可能從事高風險嘅旅遊活動。綠色嘅人士係佢哋冇從事高風險嘅旅遊活動同埋身體健康。最後，我哋將預防嘅疾病嘅角度去考核每一種傳染病嘅危險級數。首先，紅色嘅級別係會可能有引致死亡同埋終身殘疾嘅風險，例如狂犬病，即係瘋狗症。另外有中級嘅風險就係黃燈，例如有一定傳染性但係死亡風險同殘疾風險嘅疾病，例如甲型肝炎。最後係綠燈，即係冇傳染病。咁我哋好簡單咁樣將呢3種嘅計算方法係人、地區同埋可預防疾病，將佢加埋一齊，就係我哋嘅旅遊風險危機指數。喺呢個概念，我哋係紅色加紅色加紅色等於紅色。咁其實好簡單，紅色加黃色等於紅色。咁其實嗰個概念就係我哋會比較高估唔會係低估呢個旅遊嘅危機指數，唔怕一萬，最怕萬一。得出嘅結論係
紅燈嘅系統嘅地區係我哋非常建議立即進行呢個旅遊諮詢同風險評估，因為有死亡同埋終身殘疾嘅風險。而黃燈係中級嘅，係喺非迫切底下都建議進行呢個風險評估。而因為傳染病同埋死亡同埋殘障嘅風險比較低。最後綠燈咧係因為係喺非常特別嘅情況咧，我哋先會建議進行嘅呢個醫學同埋風險評估。咁我哋做咗一個街頭訪問，我哋訪問咗124位市民，睇下佢哋對喺旅行之前有冇進行呢個旅遊醫學風險評估。我哋發現只有12% 嘅香港人係知道咩係旅遊醫學，只有3% 嘅港人喺外遊之前呢係會考慮進行旅遊諮詢，係少過1% 嘅人呢係真係會進行呢個旅遊醫學諮詢。有1/3嘅香港人呢係知道喺邊啲世界邊一啲地區呢係有疫情嘅發生，但係只有5% 嘅人呢係知道需要接種係乜嘢類型嘅疫苗。有80%嘅港人喺外遊高風險嘅地區呢係唔會考慮接種疫苗嘅。由此可見，港人對旅遊醫學嘅概念係嚴重不足，佢哋需要增強呢個旅遊醫學風險評估嘅概念同埋意識。咁我哋知道香港人都中意去日本、中國、東南亞、韓國等地，其中有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傳染病嘅爆發。為咗方便香港人了解邊一個地區有邊一種疫苗，我哋香港疫苗與旅遊醫學會根據香港人熱門嘅地制定咗疫苗接種指引。稍後我哋嘅高級講師黎以華將會詳細敘述。而傳染病嘅途徑係人多擠迫，人同人之間嘅距離降低，係空氣傳播嘅傳染病。我哋會係重視於免疫系統下降同埋長期病患嘅人士嘅風險群組。但係加上身體健康嘅成年人，同樣會面對病毒同埋細菌雙重感染嘅風險，所以我哋會建議市民接種肺炎球菌、流感同埋 RSV 疫苗。呢啲疫苗係可以降低感染嘅風險，亦都感染到病情同埋嚴重嘅程度，同埋併發症嘅發生率。多謝各位。好，唔該晒 Alex 嘅介紹，相信大家咧對於旅遊醫學咧亦都有更多嘅認識。接住落嚟咧，有請香港大學臨床醫學學院內科學系講座教授及傳染病科主管孔凡麗教授，同我哋講解下外遊期間面對病毒同埋細菌合併感染嘅風險，同埋咧有啲咩病我哋係需要特別留意嘅咧？有請孔教授。好，唔該晒各位傳媒朋友，你哋好。咁啊，頭先大家都聽過梁先生講解嗰個嘅旅遊風險啦。咁一般旅遊風險其實我哋咧就係講緊一啲即係比較係嚴重啲嘅一啲感染，好多時候都係講緊一般嚟講係講緊譬如瘧疾啊、傷寒嗰啲。咁但係咧，而家我哋發覺咧，原來一啲比較低風險嘅國家，譬如講緊日本或者台灣或者呢啲地方咧，喺某一啲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咧都會有一啲上呼吸道嘅病毒或者細菌感染嘅風險嚟嘅。咁呢個咧其實而家咧都可以納入咧係一個嘅旅遊嘅所謂嘅感染同埋疾病嘅一個嘅我哋要關注嘅地方啊。咁好重要嘅就係大家可能唔知都可能聽過咧，如果病毒可能兩隻病毒，譬如流感或者係講緊係新冠一同感染，或者好多時候譬如流感跟住一個嘅肺炎鏈球菌嘅感染合併感染之後咧，其實嗰個嘅併發症啦、死亡咧，甚或乎係一個嘅入院要入深切治療部啊，有併發症嗰個風險咧，其實係會更加嚴重。尤其是係一啲高風險嘅人士，包括係長者啦，又或者有長期病患嘅人士。咁呢個我就唔特別同大家講啦，病毒同埋細菌嘅分別啊。咁病毒當然係嗰個嘅本身嗰個嘅size 個體積係比較細啊，
細菌係當然比較大，當然亦都有其他講緊佢繁殖嘅速度啊、繁殖嘅方法都唔同啦。咁但係留意翻呢，就一般嚟講，我哋病毒呢就講緊係大家知道，譬如流感啊、新冠啊、登革熱啊、猴痘啊、或者係日本腦炎呢一啲嘅就係講緊係病毒嘅感染。咁細菌嚟講呢，就可能講緊係譬如大家都知道肺炎鏈球菌啊、呢個腦膜炎嘅雙球菌啊、支原體啊、金黃葡萄菌呢一啲嘅細菌呢，就係我哋一般會好多時候接觸得到，或者係會有機會感染得到。咁兩個嘅病毒同埋講緊細菌呢，其實都有針對性嘅一啲嘅抗病毒或者抗生素嘅一啲嘅治療方案啦。同埋咧可能好重要，另外亦都有疫苗嘅預防嘅方法。咁合併感染嘅話咧，就係通常講緊病毒感染之後咧，出現一個細菌嘅併發症，細菌嘅感染。咁合併感染嚟講咧，一般嚟講咧就係講緊係一啲係尤其是喺長期病患或者係好年幼或者好年長嘅人士啦，咁嘅情況咧，或者一啲本身講緊有免疫力失調嘅人士。感染咗之後咧，其實就係個病毒咧係會破壞咗上呼吸道嘅黏膜，從而令到咧嗰個細菌係有機會咧係入侵，導致到肺炎，甚或乎一啲入侵性嘅肺炎鏈球菌嘅一啲併發症。咁當然啦，嗰個嚴重性係更加大啦，入院或者係深切治療部嘅機會更加大啦，需要用呼吸機輔助嘅機會更加大啦，甚或乎係死亡嘅風險咧，亦都係相對地係大係增加嘅。咁呢個就係頭先我講過咧，就係當你如果係嗰個上呼吸道感染咗病毒，病毒咧係產生一個炎症，從而破壞咗嗰個黏膜嘅一啲保護，包括係可能係一啲嘅我哋叫做係上皮啊，即係呢個黏膜嘅上皮嘅脫落，導致到破壞咗佢本身嗰個嘅一啲嘅毛孔或者一啲嘅平時幫你預防或者係抵擋嗰個嘅入侵講嘅一啲嘅組織同埋免疫力，包括係可能 IgA 嘅抗體嘅免疫嘅話咧，嗰個細菌咧，從而咧就有一個嘅途徑咧，係可以係進入你嘅上呼吸道，或者甚或乎去到下呼吸道，導致到一個嘅肺炎嘅情況出現。另外咧，亦都會有產生一個所謂嘅炎症嘅情況，一個 cytokine storm， 從而咧令到嗰個風暴發炎嘅細胞因子或者風暴因子咧，係導致一個炎症出現，令到個病人咧係會有個併發症，尤其是肺炎嘅併發症，而導致到咧係一個有一個增加死亡嘅風險。咁呢個就係一啲嘅一份嘅研究啦，講緊係喺eClinical Medicine publish 嘅。咁呢個嘅研究咧就顯示咗，如果同時間有甲型、乙型或者副流感或者 RSV， 而同時間咧有一個嘅細菌合併感染嘅情況出現嘅話咧，嗰個嘅臨床性嘅死亡率30天嘅死亡率咧係一般嚟講咧係增加超過1倍嘅。咁入住 ICU 嘅情況咧就可以增加到1倍或甚或乎2倍嘅3倍嘅情況都有機會嚇。咁呢個咧就係尤其是講緊係流感而導致到有呢個肺炎鏈球菌合併感染，咁呢一個嘅情況嚟講咧係最常見。個研究咧就係有15000多個嘅上呼吸道病患者，咁其中咧有嗰個合併感染咧係超過1000宗嚇。咁呢個喺尤其是喺一啲長者喺一啲長期病患嘅人士咧，呢個合併感染嘅情況咧係更加係嚴重。咁肺炎嚟講，一般嚟講就係我哋最常見嘅一個嘅肺炎嘅細菌感染啦嚇。咁亦都係2017年到18年嗰個嘅研究咧，就佔咗係所有嘅所謂係社區感染嘅肺炎嚟講咧，佔咗30%。咁除咗係最常見嘅肺炎嘅感染嘅細菌之外咧，亦都係留意翻咧，就係佢可以透過咧係呢一個嘅飛沫嘅傳染啦。咁一般就係即係人士嘅，譬如係一啲口水啊，或者係鼻涕啊嗰類嘅感染啦，或者係親密接觸都可以感染到呢個肺炎啦。
咁另外咧亦都現時已經係發現咗超過100種唔同嘅血清型啊，潛伏期嚟講咧一般係1至到3日。咁好多時候咧就係嗰個病人會先係感染流感，繼而咧就係有呢個肺鏈嘅併發症出現嚇。咁可能基本上嗰個病發期咧可能已經係超過咗3日都唔定。咁呢個基本就係講緊肺炎鏈球菌嗰個嘅疾病嘅分類。咁好重要咧就係佢有一個非入侵性嘅non-invasive 嗰個嘅佔嘅一個嘅情況啦。另外咧就係入侵性。咁入侵性嚟講咧，通常都講緊係包括一個講緊係25% 嘅肺炎啦係入侵性嘅。另外咧亦都有呢個嘅白血病啦，或者菌血病啦，同埋呢個腦膜炎。咁呢啲咧就係入侵性嘅肺鏈嘅一啲嘅併發症啦。另外一啲咧就係非入侵性，就包括譬如鼻竇炎啊、中耳炎啊，同埋75% 嘅肺炎咧就係非入侵性。咁一般嚟講，我哋嚴重啲咧就係講緊係入侵性嘅肺炎咧，我哋希望咧係透過呢一個嘅疫苗接種咧係可以預防得到。咁當然啦，頭先都講過啦，病毒感染破壞咗上呼吸道黏膜，增加個細菌嘅感染啦，令到個病情惡化啦，同埋有併發症嘅出現啦，同埋除此之外咧，唔係單止係嗰個細菌感染嘅併發症，亦都可以誘發到咧其他長期病患，包括譬如係心血管病啊、心臟衰竭啊，或者講緊係一啲腎病嘅併發症啊、糖尿病嘅併發症、中風啊，都可以係出現嘅。咁呢個基本上就睇翻係全香港嚟講咧，肺炎咧係本港而家排第2位引致死亡嘅原因。第1位咧當然係癌症啦。咁所以咧亦都係知道咧肺炎係佔咗呢個嘅肺炎嘅講緊係30%左右，亦都係有辦法咧係透過呢個疫苗接種咧係可以預防得到。咁大家可能都知道咧，而家講緊我哋嘅現時用緊嘅疫苗咧，係有15價同埋20價，咁已經係取代咗之前嘅13價啦。咁另外咧，亦都係呢一個咧就係講緊係 conjugated 結合型嘅疫苗啦。另外咧，亦都要有23價咧，就係講緊係一個多糖非結合型嘅疫苗，亦都係一啲比較係早期我哋用幾十年前用嘅一個疫苗。咁注意翻咧，現時20價同15價咧，其實已經係多咗比13價咧、20價咧係多咗7個嘅血清型。咁嗰個保護力咧，亦都係會更加好嘅。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大家都知道結合型嘅疫苗咧係嗰個免疫力或者係嗰個保護力咧係比非結合型咧嘅疫苗咧係高好多嘅。咁唔同地方見到嘅肺鏈類型都有啲差別嘅，講緊係入侵性嘅血清型嚟講咧，喺香港係佔咗59% 啦。咁其他譬如英國或者葡萄牙嗰啲咧，就可能佔嘅比率係相對地係細啲嘅。咁香港嚟講咧，13價嘅疫苗咧係只能夠暫時覆蓋到53% 引起嘅入侵性嘅肺炎血清型啦，15價就去到62%，而20價咧就去到69% 嘅血清型。咁當然咧，如果個血清型嗰個保護力係對於入侵性肺炎嘅細菌嘅保護力係好啲嘅話咧，咁當然嗰個嘅減低嗰個併發症嘅風險咧，亦都係會相對地係提高。咁美國 CDC 嘅建議嚟講咧，現時咧就係建議，如果從未打過50歲以上嘅成年人，從未接種過肺炎鏈球菌嘅疫苗嚟講咧，選項咧就會係建議係打1針嘅結合型嘅20價嘅結合型就足夠㗎啦。但係如果你話係打15價嘅話咧，佢依然係要打返23價嘅多糖型嘅疫苗，去增加嗰個血清型嘅保護力嘅。因為佢得15價，所以咧要多8價咧就要打埋嗰23價。但係20價嘅結合型咧就唔需要啦。咁如果之前打過23價或者打過13價咧，都建議咧係打返1針嘅PCV20咧，去增加嗰個嘅保護力同埋咧，如果任何年齡曾經係接種過13價或者65歲以前接觸過23價咧，都建議打1針嘅PCV20。咁呢一個咧就會係最理想。18到49歲咧，其實嗰個建議咧同50歲以上咧都係相若嘅，從未接種過打1針嘅 PCV20。之前接種過13或者23價咧，都建議接種1針 PCV20。咁選項 B 咧當然可以15價加23價，但係咧就要打2針啦。咁所以咧就呢一個係現時美國 CDC 建議
接種呢個肺鏈疫苗嘅時間表。咁最後要講一講咧，就係如果大家係尤其是去旅遊，去一啲即係現時高風險爆發緊流感嘅地方咧，最好咧就係要喺出發之前咧，可能講緊係最好咧，講緊係2-3個星期之前咧，要按照嗰個地方嘅感染風險咧，去接種唔同嘅疫苗，包括係季節性流感啦、肺炎鏈球菌嘅疫苗啦。講緊係一啲如果真係講緊好年長嘅長者，或者係本身免疫力好差嘅人士，可以打返嗰個新冠嘅一個加強劑啦。另外，如果有一啲高風險嘅地方，譬如講緊係喺英國，佢有一個譬如係腦膜炎嘅風險係比較大嘅話咧，亦都可以接種嗰個雙球菌嘅疫苗啦。另外，本身大家可能已經接種咗，譬如麻疹啊嘅疫苗，可能已經兒童嘅時候接種過，而長者咧而家可能都建議打返一針 booster 嘅。咁另外就係猴痘啊同埋 RSV 嘅疫苗咧，亦都係可以係尤其是喺長者或者高風險人士咧，係接種呢啲疫苗咧，係增加嗰個嘅保護力。咁我而家就交個時間俾唔該晒，孔教授提出嘅寶貴意見。咁外遊風險咁高，我哋平時咧應該點樣預防呢？接住落嚟有請香港疫苗及旅遊醫學會旅遊醫學科高級講師黎綺華女士咧，同大家講解下學會提出嘅防疫建議。有請黎女士。大家好，所以喺出發之前呢，我就會建議每個人都應該向旅遊醫學專家做風險評估。咁除咗嘉偉專家提出嘅紅綠燈系統去評估個人嘅健康狀況、地區同埋疾病風險之外呢，專家仲會根據你嘅行程啊，例如旅遊時間嘅長短、住宿嘅類型同埋活動嘅計劃、過往嘅疫苗接種史以及婦女懷孕同埋哺乳嘅情況，幫你選擇最適合你嘅預防治療方法。咁而家香港呢，就有2間衛生署轄下嘅旅遊健康中心啦，提供個人健康防護嘅資訊，仲會協助市民去遵守某一啲國家嘅入境要求，例如接種某一啲指定嘅疫苗等等。咁 Tips 1呢，就係出發之前就一定要密切留意目的地嘅傳染病爆發嘅情況啦。有啲傳染病可能係有週期性嘅爆發，所以大家一定要做足防禦措施，千祈唔可以掉以輕心。咁 Tips 2呢，就係根據目的地嘅目的地接種相關嘅疫苗啦。咁唔同嘅疾病又會有唔同嘅傳染途徑。咁好似係呼吸道嘅傳播，就正如前2位所講，流感同埋肺炎就會喺人多擠迫嘅地方下比較容易感染啦。咁另外仲有食水嘅傳播，例如甲型肝炎同埋傷寒。咁喺東南亞街頭小食都有呢啲風險嘅。咁蚊蟲嘅傳播就好似日本腦炎、登革熱，東南亞同樣都好普遍。咁最後就有啲動物嘅傳播啦，就好似瘋狗症。咁喺東南亞呢，流浪甚至家養嘅動物呢都可能有風險嘅。咁我哋學會呢，就對香港人熱門嘅旅遊地區疫苗接種做咗一個指引啦。咁唔同嘅地區就將旅客分為3大類，咁提供疫苗嘅建議。咁第一類就係大多數嘅旅客，第二類就係前往高風險嘅旅客，例如偏遠地區或者旅程較長。第三類就係自我感染風險較高嘅旅客，例如長期病患同埋免疫系統較為弱嘅。咁所以旅客嘅疫苗會因為個人嘅情況需求都可能唔一樣。咁之前就有報道就話，大約60%嘅旅客其實喺旅行嘅途中都會出現唔同程度嘅唔舒服。咁例如好似肚瀉啊、發燒、呼吸道嘅感染。所以我哋會建議大家出發之前呢，就諮詢藥劑師嘅意見，根據自己嘅藥物敏感嘅記錄咧，去配定一啲嘅旅行必備嘅藥物。咁所以 Tips 3呢，我哋都會建議大家最好攜帶一啲應急嘅藥物啦，因為旅行嘅時候可能會遇到語言唔通啊，睇唔明其他國家嘅藥物成分啊，又或者藥物嘅質素可能有參差嘅情況。咁我哋咧都會建議大家帶一啲綜合感冒藥啊、止痛、退燒、腸胃、抗敏感、暈車藥、簡單嘅醫療用品同埋個人嘅藥物等等，就可以暫時舒緩一下病情。咁 Tips 4呢，就係對於長期病患者喺出遊之前呢，就更加要謹慎。咁我哋就會建議大家可能帶多幾日嘅份量啦，咁以防行程有延誤。另外我哋又會
建議將藥物分開咁擺放啦，咁以防咧唔見咗行李。咁最好咧都攜帶一份病歷，咁就以備不時之需啦。咁如果真係一旦感到唔舒服咧，我哋應該避免自行咁去診斷同埋用藥。咁最好咧就尋求一啲專業人士嘅意見啦。咁另外衛生署咧都會發放關於唔同地區嘅傳染病嘅資訊同埋旅遊醫學嘅資訊啦。咁市民都可以隨時上網查詢嘅。咁外遊翻嚟香港咧都有幾樣嘢要注意，咁當然就係留意下自己嘅身體狀況啦。咁如果翻到香港之後出現發燒、肚瀉、出疹或者持續咳嗽咁嘅症狀咧，就即刻去睇醫生啦。咁如果你去到疫區咧，都應該要同醫生講，咁亦都要注意下啲潛伏期啦，因為有啲病咧可能係幾星期甚至幾個月後先至發病，所以要持續咁樣觀察。咁如果同行嘅親友有類似嘅病徵咧，就一定要一齊去檢查。咁總之外遊之後咧都要保持警覺，咁先可以確保自己同身邊嘅人嘅健康嘅安全。唔該晒黎女士嘅分享，詳細講解咗學會提出嘅防疫建議，非常之實用。咁最後亦都再一次邀請 Alex 總結今日嘅重點，並介紹翻咧今日喺學會為香港人外遊防疫準備咗嘅一啲指引。有請 Alex。多謝。我哋學會建議喺計劃外遊之前，市民應該根據我哋學會紅綠燈嘅危機級數進行積極全面嘅旅遊醫學評估同風險評估。學會提倡所有市民，包括健康嘅成年人，喺出行之前根據地方嘅危機評估，接種相關嘅疫苗。另外，外遊期間健康嘅成年人同樣會遭受到病毒同埋細菌感染嘅風險，特別喺人多擠迫嘅地區。為咗減低合併感染引發致嘅嚴重後果，建議旅遊之前接種流感、肺炎球菌、RSV 等疫苗。市民可以參考國際指引，選擇一針具廣泛保護嘅結合性肺炎球菌、鏈球菌嘅疫苗。建議市民準備適當嘅藥物同埋急救嘅用品，切勿因為過去旅遊嘅經驗，因為好順利而忽視潛在嘅健康風險。多謝各位。唔該晒 Alex 孔教授同埋黎女士嘅分享。咁接住落嚟咧係傳媒問答環節，咁呢度歡迎各位嘅記者朋友可以舉手發問。咁喺發問前咧，亦都可以先講翻你哋嘅所屬機構。Good afternoon. Some English questions from RHK. So first about the vaccination guidelines. When did your society introduce this? Why set up the guidelines now? And how different is this from the other guidelines in the society and eve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second thing is, apart from getting jabs, what kind of advice would you give people before they travel? Thank you for the questions. Back in 2018, we have introduced these guidelines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ety. We reference to different global guidelines like CDC or NAFNAC, which is the UK guidelines, together with the CHP Hong Kong guidelines. We try to make it much more applicable to Hong Kong people, because if we give all ranges of countries, it may confuse some of the focus for most Hong Kong people. So this is when we established this guideline. We still the guideline is still evolving. We try to improve as much as we can. We need to cross-reference. We need to ask advice from fellow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to make it much more applicable to Hong Kong people. And regarding the second question, you're absolutely right. Travel health is not just about vaccination. It's about the whole package of travel health risk assessment. It's about what is the chemoprophylaxis, medications, in terms of emergency medications. So we try to introduce a complete risk assessment in terms of the traffic light is just an initial screening for laymen. But after they use the traffic light to highlight the risk, they can then signpost them to a healthcare profession and then able to have a complete risk assessment with a travel health practitioner who are doctors in this situation. Thank you. Perhaps I could supplement.
I think important is to, if you look at the influenza or the pneumococcal guideline, it's basically very similar to that, the guideline set up by the CHP or by the US CDC. It's basically the same. But important, as highlighted by Alex, is that the society is trying to reinforce the vaccination against upper respiratory viruses, which is or pneumococcal diseases, which is now, especially in certain areas or during the influenza season, if you're traveling, that previously is not believed to be a traveler's disease, is now being highlighted that certain people will have this risk of acquiring this kind of infection and developing complications. So that's why it's actually becoming part of the so-called guideline, which is, of course, the normal recommendation or the usual recommendation for high-risk individuals. Other things, of course, as mentioned, chemoprophylaxis or vaccination, things that you could prepare before you travel will be very important, and that, of course, could be referenced to the society website and also to the CHP or the CDC guideline website. They do have special recommendation for individual regions or places. Hello，你好，想問下咧，唔少人去外地旅行啦，咁好似日本咁，都會買啲唔同嘅藥翻香港，會唔會有咩健康嘅風險㗎？我諗重要就係睇翻其實我諗睇翻最重要嘅嘢都係疫苗接種即係你去之前你 plan 得好好，接種咗流感疫苗，接種咗肺炎鏈球菌嘅疫苗。咁尤其是高風險人士，咁呢個已經係最重要。咁另外藥物嚟講咧，有一啲嘅藥物，包括係抗病毒或者係抗生素嘅藥物咧，一定有醫生處方嘅。咁呢個你一定要揾翻醫生處方。如果係高風險人士，可能會有啲藥物可以係預防啦，又或者有啲藥物係可以到你真係感染嘅時候咧，去揾翻當地嘅醫生或者係可能已經翻咗嚟嘅時候，你都應該去揾醫生求診，去攞到個抗生素或者抗病毒嘅藥物。其他一般可以喺 off the counter 買到嘅藥物，包括係譬如一啲退燒藥或者退燒貼咁嗰啲其實都建議係可以使用嘅咁亦都可以買到咁另外好重要可能就係一啲快測因為快測可能都幫到你去知道大概自己感染咗咩嘅病毒。有啲6合1、9合1，咁嗰啲都有幫助嘅。因為如果真係陽性嘅話咧，就可以對症下藥。另外我想補充一下，其中有高山症，其實係一個比較專科嘅課題。咁我哋學會有醫生係特別係研究點樣去適當咁樣去prescribe 嗰個高山症嘅藥物。所以如果各位香港人士如果去超過3000米高嘅或者以上嘅高山，如果你有想預防高山症嘅風險，咁你哋可以聯絡我哋香港疫苗與旅遊醫學會，我哋可以進行一個輔助嘅資料嘅諮詢。唔該。係，唔好意思，想再問多條。如果真係喺當地嘅睇醫生嘅話咧，咁當地開嘅藥會唔會同香港有？一般嚟講，其實藥物、抗生素、抗病毒藥物都係一樣嘅啫。咁其實重要嘅就係，如果真係有不適嘅話咧，應該盡快求醫就唔好延誤咗嗰個嘅治療，因為延誤咗個治療咧，你就嗰個併發症嗰個風險就會大大增加。另外，我想補充一下，係我哋亦都有確實嘅案例，去到唔同嘅地方，因為言語嘅不通咧，就算當地嘅醫療系統係非常進步，但係因為唔理解，唔可以溝通到，所以唔可以得到適當嘅治療。所以預先嘅準備係非常重要。咁多位專家教授，你哋好啊！咁想問下咧，有冇得知道其實自己即係分辨翻自己係病毒感染定細菌感染？同埋如果係咪一有病徵就食咗藥會比較好？因為始終喺個一般嚟講，如果你話肺炎或者係流感嘅感染咧，開頭嘅病徵其實好相似嘅。咁一般嚟講，我哋都建議咧，如果真係可以幫到，即係知道自己感染係病毒定係流感咧，其實快測係可以幫到嘅。
咁但係留意翻就係唔係100%嘅，即係個快測可能因為你啱啱病徵開始頭嗰幾日可能度唔到嘅，可能係陰性咁如果你發覺自己個情況冇改善，個情況越嚟越差，譬如你發燒一路都唔退，或者你越嚟越辛苦啦，你可能連床都落唔到嘅，又或者你已經係可能好多龍痰好多呢啲嘅情況出現，發覺病情越嚟越嚴重嘅話呢，其實就應該係盡快去揾當地嘅醫生求醫。咁言語係一個問題，咁但係好多時候都有好多地方都有一啲嘅即係翻譯員嘅，即係翻譯，同埋而家好多譬如手機嘅 Apps 可能都幫到你去講你嘅即係病徵。咁一般如果發達國家嚟講，其實嗰個英語嘅即係可以溝通，即係一般都可以溝通得到。咁但係最重要就係盡快去求醫咁呢個係重要嘅。另外一個當然就係如果你覺得唔舒服，可能你要考慮一樣嘢，就係要將你嗰個旅程係縮短盡快可能係返香港。咁呢個都係一個可行嘅做法嚟嘅。嗱，咁如果一啲好簡單嘅病徵，譬如你講係發燒或者係咳或者咩，咁你咪食啲退燒藥啊、止咳藥，咁嗰啲係幫到你。但係如果你嚴重嘅情況嘅話咧，呢啲藥可能未必係幫得到你，或者食咗呢啲藥都越嚟越嚴重嘅話咧，就應該盡快去求醫。係想問一問咧，如果平安藥咧，就一般都係針對翻傷風感冒咁樣啦。咁但係如果市民咧係怕有肺炎嘅話，其實叫藥劑師咧開其他唔同嘅藥係咪都可以咧？基本上如果你係要開藥嘅話咧，就要揾醫生咁所以都要揾醫生去開藥，去針對翻，因為細菌嘅感染可能係肺鏈，可能未必係肺炎鏈球菌譬如可能係退換肝炎性都唔定，可能係其他嘅細菌感染都唔定。咁所以都係要睇醫生做咗一啲嘅檢查，然後去處方一啲嘅抗生素去醫治嗰個嘅細菌感染。想請問下孔教授咧，如果即係而家市面而家呢個情況中過流感再中嘅呢個情況多唔多咧？同埋如果再中過流感，其實再中嘅機會其實大唔大咧？都想問翻呢個情況。咁另外就係想問多次，頭先係咪學會會長有講過話有案例係喺因為外地因為語言不通延遲治療，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個案嘅情況，最後佢係點樣解決或者得到治療咧？一般嚟講，流感再感染肺炎嘅機會咧，喺健康人士就不大嘅。但係一啲高風險人士，包括係講緊係長者啊，或者本身有長期病患嘅人士咧，咁我哋都每年都見到唔少呢啲嘅個案，入院嘅個案咁呢啲留意翻就係高風險人士咁另外嚟講咧，就係感染咗流感係咪會再中咧？係有機會嘅，短時間內唔會，但係有機會就係譬如你中完一隻甲型流感 H1 之後，可能幾個月後爆 H3 嘅話，即係甲型 H3 嘅話，你係有機會有風險再中甚或乎乙型流感都唔定咁所以點解要打流感疫苗咧？就係因為基本上呢三個即係兩甲同埋一乙啦，而家講緊嘅病毒咧，打咗流感疫苗咧就可以預防得到。想交代一下剛才講嗰個案例咧，其實係一位中年或者30多歲嘅女士，佢喺日本喺旅遊途中咧係跌親。但係佢跌親之中咧，佢唔知道其實佢隻手嘅有斷骨嘅情況。咁但係佢去醫院診斷嗰陣時咧，因為語言不通咧，醫生係唔係好理解佢究竟喺邊度痛。咁佢嘗試用唔同嘅翻譯軟件或者用唔同嘅方法，但係亦都係好困難。咁最終其實呢個概括到旅遊醫學咧，係唔係淨係單止係傳染病，我哋仲有其他嘅健康風險嘅準備。咁如果佢預早揾到，如果萬一有咩情況，佢可以去邊啲醫院係會有更加好嘅治療。咁其實嗰個地方係比較郊外少少嘅，但係最終佢係得唔到適當嘅治療，佢要翻到嚟香港先可以開始打石膏同埋開始有一定嘅治療。所以呢個係一個比較
唔開心嘅案例，但係亦都係重點豁出係我哋需要有足夠嘅旅遊醫學嘅風險嘅評估同埋準備。唔該晒。好多謝晒各位嘅提問，亦都感謝呢3位講者詳細嘅解答。咁最後呢，想邀請3位呢，我哋不如嚟一張大合照。可以，其他係啦，其他係我前面就可以啦。我哋3位先望一望中間嘅攝影師，或者中間嘅鏡頭。好，我哋望一望後邊嘅傳媒朋友。都可以望一望，係啦，前邊右方前排嘅傳媒朋友。望一望中間大會攝影師。好，後排我哋再補多張。咁多位傳媒朋友都認到上啦，好，咁唔該晒，咁就邀請 Alex 留步啦，孔教授同埋黎女士咧可以先休息一陣啦。咁最後咧為咗響應學會嘅號召咧，我哋亦都會即場示範咧外遊前嘅疫苗接種過程嘅。Alex 一直亦都係專注喺疫苗接種嘅注射培訓啦，至今亦都培訓咗超過9000名嘅醫護人員，係國際旅遊醫學同埋疫苗注射嘅專家。亦都透過係創立一種低痛嘅技巧方式去接種，希望社會大眾可以更加放心接種疫苗，提升香港人接種疫苗嘅意欲，進一步提高大家對於旅遊醫學嘅關注。